做少少唔係回應你嘅，做少少同大家傾今日呢個活動係叫做誰偷走我們嘅同志運動啦。我覺得最簡單，起碼呢個我們係講緊呢一度坐埋一齊嘅呢一班人，起碼呢一個係我們先。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即係唔係話即係去有啲嘢去即係表演啊，吸引大家啊，歌舞升平啊咁。希望大家一齊參與，一齊聽，一齊討論。咁大家可以坐埋啲，諗到有咩會想即係譬如覺得佢答得，即係覺得佢講嘅嘢你想答啊，或者有意見喎，可以舉手。咁我哋會將支咪拎過嚟，咁大家一齊傾，一齊去做呢個討論，好嗎？呢個題目好似係我提出㗎，跟住大家會覺得都幾好啊，就用咗呢個題目啦咁樣。喺我諗呢個題目嘅時候咧，即係誰偷走我們的同志運動咧，其實我唔係諗人㗎，誰唔係講人㗎，我係諗緊頭先我開始講得唔係好好啦，就係講緊譬如我哋同志團體點樣去諗，點樣想像同志運動。第一個啦，佢嘅策略係點樣樣啦，點樣自處呢三樣嘢出錯咗咧，就會偷走咗我哋嘅同志運動。當然有個前提係咪？大家都會問，咁我自己啦嚇，我點樣想像同志運動？同志運動美好一面係點樣樣嘅咧？我會覺得嚇，同志運動或者同志本身啦，其實係好有潛質咧，開創更民主啦、更自在、更合人性嘅性別秩序嘅。呢個係我嘅期望嚟嘅。咁所以我頭先接下來就講究竟我哋邊個偷走咗即係同志運動咧嚇？第一個就係我話去性化啦，係咪啊？一啲團體、一啲同志團體做咗去性化嘅同志運動，我覺得係偷走咗同志運動嘅原先嘅開創啦，或者顛覆嘅力量。第二個就係錯判形勢啦，佢會覺得歧視只係嚟自偏見啦，宗教右派只不過係一啲善良不過好心做壞事嘅人，佢哋可能唔會去思考就係宗教右派其實係嘗試同政權合一，嚟徹底地管治每一個人嘅生活嘅，包括色情查禁咧，其實係佢哋經常都推嘅。我想講係回應阿 Lana 就係、其實色情查禁咧係同志運動真係好大嘅關係嘅，因為其實好多嘅基層嘅民眾咧，佢哋每一日睇一睇個報紙嘅風月版咧，係佢嘅精神食糧嚟嘅。如果我哋色情查禁呢啲冇晒嘅話咧，其實對基層嗰個性嘅健康咧係好大嘅負面嘅影響。第三個咧，我頭先都冇時間講啦，就係第三個就係乜嘢偷咗同志運動咧，就係一個偏重平等啊，不重自由嘅傾向。偏重平等係咩咧？其實我大概好多年前啊，唔知6、7、8年前啦，幫彩虹寫一本書仔㗎。當時咧，我喺同志運動中間咧加咗2隻字，我就同志平權運動。而家諗翻咧，我都覺得有少少猶豫嘅，就係究竟同志運動目標係咪淨係平等咧？係咪淨係同異性戀平等咧？我睇翻以往我哋做過嘢咧，好似係嘅。譬如話咧，我哋喺1991年嘅時候啦嚇，同志團體去爭取咧光家非刑事化啦，95至05年嘅時候咧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啦，05至08年咧爭取有關性交嘅同意年齡要同異性嘅陰道交16歲睇齊啦，09年爭取咧家暴條例咧涵蓋埋同性伴侶啦，呢類嘅爭取咧都好似係同異性戀睇齊，所以我哋都勉強都可以話同志運動係一個追求平等嘅運動。不過咧，我哋再睇真少少咧，又好似唔係喎，因為08年嘅時候咧，我哋有啲比較我叫做活躍嘅同志團體啦。我哋會反對咧係設立性罪犯名冊啦，呢個同志唔一定相關㗎。當時候我哋同年啦嚇，我哋組織咗一個好大型嘅反對色情查禁嘅運動，即係因為當年咧就係大家如果有睇過陳冠希嘅相咧，就因為陳冠希嘅相而引發出嚟嘅所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嘅公眾諮詢稿㗎。而家有第2輪諮詢稿啦，係咪啊？當時又有仲有譬如我哋嘅支援變性人嘅分權等等啦嚇。呢啲咧，其實呢啲咁嘅活動或者呢啲咁嘅運動咧，其實都日出咗啊！即係佢超出咗咧，淨係以同性戀利益為本位嘅運動取態㗎。所以我就話我而家開始有啲猶豫就係同志運動究竟應唔應該加個平等中間入邊咧？我其實有猶豫嘅，甚至乎我覺得其實我哋有時候咧唔係淨係追求平等嘅。我會見到過幾年啦，我哋有啲小轉變，就係由所謂追求平等轉去追求自由啊！平等我哋 equality 啦，自由係 liberty 嘅意思就係我哋幫助一啲人或幫助自己去克服一啲咧唔能夠克服嘅問題啊！
係我哋集合眾人嘅力量去克服一啲唔能夠單憑個人力量克服嘅問題，好複雜係咪啊？即係話我哋要解除一啲人一啲嘅困擋，俾佢哋自己可以自由發揮嘅。呢個自由發揮唔一定有個 benchmark 個標準，就係我要同異性一樣，要異性睇齊。色情查禁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例子，就係我哋希望每個人都有色情嘅自由㗎。究竟你中意啲咩色情？譬如話你中意係露點嘅，你中意唔同頭髮嘅、唔同身形，我唔理得你啦嚇。但係我哋每人有色情嘅自由，我覺得呢樣係重要嘅。所以我就話頭先我話究竟邊個偷走咗同志運動咧？第一個係去性化啦。第二個係錯判形勢咧，就講中右派嘅錯判形勢啦。第三咧就係過往我哋好着重即係平等，即係偏重平等、偏重自由嘅。咁呢個三個認為偷走咗同志運動，或者至少遠離我對同志運動理想嘅一啲嘅趨勢啦。呢段錄音咧有冇明光社嘅人錄緊啊？應該佢好想知，都話同志運動唔係追求平等咁簡單㗎啦，你哋追求特權嘅其實係。我嗰陣啱晒，應該就會唔係 sorry， 佢會自動將你將嗰句剪咗出嚟，話都話同志運動唔係追求平等嘅，剪咗冇㗎啦，應該之後有冇明光社嘅朋友喺度？冇事咗啦，你哋 pass 翻段片俾佢啊，寄俾蔡志森。天。咁講起呢個同志運動啦，咁我自己去睇咧，就由我4年前到啦，應該4年前到啦，咁我就讀完中學開始咧，我就接觸到唔同嘅團體啦，咁我就嚟咗第一次 IDA，咁就開始就有認識到呢個圈子，我哋同志運動裏面發生緊啲乜嘢事。咁我大概咧就見到大概有2款嘅，咁第一款就係好想同社會大眾一樣啦，想融入去裏面啦，就會覺得我係一個即係男同志啊，咁跟住我就會同其實異性戀冇分別㗎，咁就我都係同大家一樣咁樣就會拍拖啊，就一生一世啊咁樣，好多嘅嘢咧就去抄翻異性戀嗰套嘅戀愛模式同埋生活模式。咁呢一個係一種啦，咁而裡面嘅內容咧係只係得一個，就係為咗純粹同志，即係佢意思嘅同志咧，就只係會包即係男同志就係包基啦嚇。咁女同志我就冇乜點接觸過問佢呢方面嘅嘢，咁我接觸都比較多嘅係男同志啦。咁佢哋嘅講法都係淨係話冇啊，咁我想同個 partner 結婚咁樣，即係呢個就係佢最終目標嚟㗎啦。咁其他有任何乜嘢嘅內容咧，佢哋係唔理啦嚇。咁呢個係一路嚟嘅，咁就都幾主流。我覺得喺男同志圈裏面係主流，即係至少我喺所有嘅 online forum 啊，都聽嘅聲音都係呢類。咁而有更大部分啦嚇，呢類其實都唔算好大權㗎啦。咁我諗超過一半嘅朋友係直情冇諗住參與任何嘢嘅。咁跟住覺得同志運動係追求緊一種人權，我甚至覺得係冇啊，我係冇到覺得係好孤單，係去邊度都揾唔到。去啲 forum 度睇啦，去咩 Jackie Bryant 嗰啲手機嘅 app， 你唔會見到相關嘅，係到呢條呢個嘢，即係相啲好興嘅英文。咁我會覺得呢類啊，我呢類，我覺得好實在。我自己覺得同志運動其實係應該講緊人嘅身份。如果唔係所有論述都唔會正咯，因為如果唔係因為大家都平時，所以有嗰個即係有嗰個人生嗰個理想啊，我見唔到點解我哋同其他人一樣，即係點解大家都一樣有嗰個自由去享有氣氛，我哋擁有自由去操控自己嘅身體啦。呢個我覺得要，但係社會民眾原來其實係忽視。除咗呢樣嘢，譬如想小曹講嘅色情化，
啊，我都覺得睇鹹片係天經地義啊，好多人都會咁樣講啦。然之後一開口面對大眾嘅時候，就會覺得啊，就太鹹濕啦，都唔係好嘅。我會覺得呢個社會呢個人類世界發生咗啲乜嘢事，點解我哋會咁平衡？咁我會覺得同志運動係其中一個方法，去令到我哋個精神分裂咧重新合一嘅一個方法。呢個我覺得係我所想同志運動做到嘅嘢，係令到我哋能夠活翻個人性出嚟。呢個係我覺得我嚟講，誰偷走同志我們的同志運動咧，我嘅諗法係完全冇有 TCJF 喺我個腦裏面，因為我係嚟準備講嗰啲嘢，或者蕭卓人準備講啲嘢，我哋個諗法都唔係咁。咁我嘅諗法係咩咧？就係即係究竟點解我哋今日嘅同志運動會咁樣咧？其實有啲嘢唔係咁樣咧。具體啲講係咩咧？我個人係反對同性婚姻，因為我覺得同志運動應該係公民社會運動嘅一部分。我哋唔應該淨係睇同志。如果同性婚姻過到，意思即係咩咧？只有同性戀者可以結婚，咁跨性別人士點辦？又要重新再爭取。即係我覺得爭取婚姻權。係咪爭取一個伴侶嘅權利，變成爭取同性婚姻呢一個終極目標係錯嘅？我絕對唔贊成，因為我哋應該爭取所有人都有伴侶嘅權利，而婚姻本身係一個有問題嘅制度。又要錄低啦，又反對婚姻。婚姻本身係一個有問題嘅制度，就係婚姻本身佢係排他性，佢排他到令到好多伴侶嘅關係唔能夠證明，能夠有佢嘅維持。所以我個人本身係反對同性婚姻，而好有趣地咧，我哋題外話就係咧，香港嘅同志運動好有趣嘅就係我哋對於同性婚姻咧係非常之好唔同嘅啲意見，甚至鬧交嘅可以。所以香港一路都冇同性婚姻嘅人爭取到嘅，唔會爭取到啊！連我哋自己都唔團結嘅，係啦，因為我哋拗過一次㗎啦，唔止添㗎，係啦，咁我嘅睇法係同志運動應該係公民社會運動嘅一部分。我自己本人，我中意女人，但係我同時我會支持素食，我會覺得環保係重要，我會覺得我會反對小圈子選舉，我會爭取民主，我會同埋女同盟嘅朋友一齊去每一年嘅6四，即係我哋會爭取最低工資。同志只係一個身份，如果你講同志運動係一個身份運動，我諗呢個身份可以好大、好多元、好多重。而乜嘢偷走咗所謂同志運動咧？我會覺得係咩咧？其中一樣嘢，保守嘅同志運動，保守嘅同志運動就係20幾年前有，而家都喺度嘅，即係嗰種我要做好自己，我做好自己就得啦。或者我要比異性戀者做得更好，我作為一個同志已經衰㗎啦，係咪我講嘅？係啊，作為同志你已經搞到咁樣㗎啦，咁你仲要你梗係要做得好啲啦。呢一種仲要翻工做遲到，你仲要發燒咁啊嘛？同志運動同志係唔應該發燒嘅。我覺得呢啲保守嘅想法係好好。保守嘅想法包括咩咧？同志係。譬如如果你頭先講完男同志嘅狀態咧，我見到女同志有時有啲討論得都好驚嘅。譬如咧，我記得早排咧有單新聞咧，就係有位女同志去揾性工作者，佢喺本地一個女同志好流行嘅一個網站裏邊嘅討論區裏邊咧，有一輪嘅討論咧係鬧嘅，即係你已經係 TV 㗎啦，你仲要去叫雞？哇！我心諗你有冇搞錯？你連叫雞呢個字你都寫埋出嚟，你點樣都好都唔應該用毒話嚟稱呼一個人。即係我真係鬧，咁然後即係直頭嗰個討論係咩？你作為一個女同志，作為一個 TV，你去叫雞，你影衰晒我哋咁樣。哇！呢啲咪就係啲好差嘅保守主義睇法。即係除咗精英，除咗要靚，頭先你講啊，要靚要揾明星之外，仲有嘅就係呢啲，去踩低其他更邊緣嘅性少數，都唔知邊個邊緣。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我會覺得Pink Dollar所謂同志粉紅經濟係有問題。
呢個想法有問題。以往好多人會睇成呢個係一個嗰啲叫咩啊？一個幫手係咪啊？即係一個係啦，即係譬如稍為有一啲品牌，佢有兩個男仔影咗張好靚嘅相，譬如最近嘅 Gap 美國嘅 Gap，有兩個女仔影咗啲好靚嘅相，我哋就去幫襯，因為呢個品牌對我哋幾咁友善，錯晒。其實商家或者消費主義呢個只係佢其中一個賣點嚟，而如果你覺得你值得將你嘅 royalty 擺喺呢一啲品牌上面，你錯晒。調翻轉呢一啲所謂 pink dollar， 所謂同志粉紅經濟，正就係幫你建立咗一個 comfort zone， 一個令到你好安樂嘅一個環境。即係同志們，你喺呢個環境裏邊你好安全，即係好暫時嚟講香港都仲係你去同志酒吧，你去玩你冇問題，唔會俾人追打，唔會俾人斬。呢度香港唔會有一啲 serial killer， 有啲人去追殺你，因為你係同志，唔會咁樣或者打你。好啦，咁你就每晚可以去溝仔溝女，去基吧，去同志吧，然後你去買一啲外國嘅品牌，因為咧佢哋咧看來好似好基，好似好 les 咁樣，你就覺得好安樂啦。香港都幾好，甚至你有少少錢可以去加拿大結婚都唔錯啊。最後即係我會覺得我自己會反思 Pink Dollar 係唔係再係一件事，或者佢只係一個消費主義選擇裏面嘅其中一部分。咁我自己最近睇好多關於昂山素姬嘅嘢，佢有一句説話好感動我，就係、好多人問昂山素姬自己話，好多人問昂山素姬緬甸幾時有民主啊？係一個明報嘅訪問，昂山素姬講：你問下自己，你有冇為緬甸嘅民主出過力？如果你冇，你冇資格問呢個問題。即係我相信同志運動都係咁，咁我都係回應再回應再回應。